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范围内进行文化大屠杀，强拆清真寺。近年来，这些政策扩展至中国其他地区。宁夏穆斯林抗议当局拆除清真寺建筑的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政府代表来到抗议活动现场，宣读了一份正式文件，表示将暂缓有600年历史的清真寺建筑的拆除工作。观察者说，中国对伊斯兰教的敌对行为已达到高峰，但是伊斯兰世界对此保持沉默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，以美元计价，2月出口同比下降20.7%，创2016年2月以来最大降幅，当时降幅为28%。进口同比下降5.2%，当月贸易顺差为41.2亿美元，为2018年3月以来最小顺差值，当时为逆差57.7亿美元。日本防卫省3月8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称，日本将下月派遣一艘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席纪念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国际阅舰式，这是海上自卫队舰艇自时隔约8年再次访华。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22个主要城市因水力发电厂遭蓄意破坏，3月8日面临第2天停电，当局下令全国停止上班上课。总统马杜罗下令今天停止上班上课，当局通知人民避免遭受反对派势力的敲诈勒索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，由于袭击巴勒斯坦人，南非将降低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。我们正在表明我们对巴勒斯坦国的公开支持，同时我们捍卫以色列国与邻国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。希里尔·拉马福萨说。